台中有公车运将含人客伫路边一句来一句去，小姐唔认输。原来就是因为这人客敢若坐一站尔，引起到运将起背面，落车含伊伫咧歹声扫，这段画面嘛，互民众抛上网络。大家认为讲运将伤过超价，人客要坐几站，这是伊的自由甲权利。不离个嘛，人讲到这人客已经唔是头一届安尼啊，近摆拢是一站就落车。客运公司是讲，无论人客爱坐几站，运将拢无应该含人客咧543，会搁再加强管理。坐车要有道德心，不要浪费人家的资源，每一次都坐一站。你像我们每一个司机都非常讨厌你，知道吗？讨厌你，乱七八糟啊！公车司机伫咧路边大声亮，敢若是因为这个查甫人大概拢敢若坐一站，互公车司机真不满。一站到一站之间，可能就是要一直停，就是一种要一直按踩刹车那种烦闷感嘛。如果可能过于频繁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我也会这样。就如果拿很多东西或是很累的话，民众将这个过程翕落来，铺上网络，讲23号暗时啊，伫咧台中中心堂附近看到这段画面，佮问敢若坐一站公车是安怎？感觉司机有较过分，毋过声来其他公车司机闹话，讲这个查甫人已经毋是第一摆啊。有人讲，捌伫咧一工以来载过这个查甫人2摆，大概拢敢若坐一站。问伊先啊无爱用行的，伊讲是政府叫伊坐。嘛有人讲，因为台中公车10公里免费，一个人头市政府补助15块，对台中车站到静宜大学总共26站，每一工起码来回坐4转，一年都用掉预算100多万。不管乘客的那个行为、搭车行为怎么样，我们都不应该跟乘客有这个争执啊。我今天会把这样招回来。就算人客坐公车要坐偌远、坐几站，拢是伊的自由。毋过安尼坐一站就上车落车，恐惊嘛是为司机带来困扰。客运公司表示会对驾驶再来教育，避免参像这种情形再来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